今節講出家底出嚟嘅簽人數10第2節，中七傳來嘅天才，要得福，要得到勝利，因為到嘅實美就係得到痛苦，但係犯下陣中七嘅人，七心嘅人，得叫那七心中七傳嘅嚟熱天滿熱天。安全，因為到了簽人數第10第9節咁樣講到，人要中七嘅人，加嘅生命嘅路途安全，因為到中七嘅人，結果嘅片語嚟講，熱天被發出本人知道，所以社會裏喺度，社會裏行同，要中七嘅心，要公平嘅心，因為到被顯出嚟係講唔公平。唔切心嗱，希伯來書第4 13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出世間裏的每日嘅家的咪在上帝嘅面前，佢上帝看清楚兩種人類嘅行同世間裏的，所以兩種人世間裏的中七唔中七，在上帝嘅面前裏的兩種打開超，因為佢看得穿得超嗱，兩種。打開超在上帝嘅面前，然後每一人都係負責任在上帝嘅面前，所以這個世間裏行到，社會裏行到，要忠切嘅心，要公平嘅心，做出對嘅路嚟行，唔好要僥倖嘅路，因為到日後，這個每一人係負責任在上帝嘅面前，記得唔忠切傳來嘅天才，唔要得福，得唔到永久。可能因為今下享受你唔中七傳來嘅財產，日後才係得到唔好嘅路線，因為到呢個今節講出家底唔要得到安全，中七嘅人將要得到安全，因為上帝嘅面前，兩種佢都看得到，都顯出世界嘅面前嘅啲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